來看一則恐怖消息，對比安這畫面當中，咱仍然看到是桃園有兩個民眾騎烏托邦，經過大園中正東路，煞去互這墜落來佇咧塗骹的電線去交着頷頸，兩個人攏摔倒離殘，加在攏無生命危險。桃園大園的中正東路半暝是暗暝末，經由後壁車的行車記錄器畫面，因看到頭前兩個少年查某囡仔。正在騎機車，騎無偌久，兩個人竟然攏摔車跌倒，恁哥看起來真驚險。經消接報了後，趕緊甲人送病院。警方獲報後立即派員到場處理，並通知台電人員到場維護。兩名騎士均受傷送醫，經實施9攝指均為0。經過一個調查，兩個人是互落佇塗骹即電線甲頷頸交掉咧，造成摔車受傷。附近民眾是講，案發進前台電人員坐擺來維修，結果還是發生這個事故。警方是通知台電人員緊來，甲落去的電線架掉提走。在那邊弄了也好幾個小時，然後他又開電又爆，又開電又爆，然後第三次好像一台車來這邊，不知道怎麼弄的，離開不到20分鐘。又爆一下而已，就摩托車就滑壘了。人員也在立即在現場就有把這個斷掉的這個電線拆除，並且更換線徑比較大的這個線路，來維持我們的用電安全。警方呼籲，若發現路的有落去的電線影響交通安全的障礙物，應該趕緊卡110來處理，趕緊甲危險排除。也若專家建議講，暗暝看較無，騎車的人愛騎較慢的，騎車毋來看頭前，也不時看頂面，尤其是風雨了後，更加愛注意落來電線也是手機。掉落物或者掉落的電線，其實雖然有必須要注意的要求，但是我覺得如果發生交通意外的話，主要還是要從源頭來找必須要負責任的對象，台電站要負主要的責任。專家講，除了呼籲騎車的人愛提高警覺，較細膩的，更加要求台電應該做好電線的維護，對源頭避免相關的事故發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